Hello，今日想同大家講一本書，叫做《Why We Click》，作者係 Case Murphy。呢一個 click 字，我哋好直覺咁會以為係用個 mouse 用個滑鼠去點擊一啲嘢，但係其實喺英文入面呢，如果你講 I click with someone，係講緊我同某個人開始做朋友，我哋互相中意緊對方嘅一啲特質，其實真係講緊我哋兩個人 connect 咗。你唔好以為呢個只係而家先用嘅潮語喎。Click with someone 呢一個用法呢，其實已經收錄咗喺 Collins Dictionary 入面噶啦。咁顧名思義，呢本書就係講人與人之間係點樣 connect 嘅。咁作者係用一個生物學、科學嘅角度去到講大家人與人之間啱唔啱呢？其實唔係玄學嚟噶，係真係我哋身體上會有一啲同步嘅。首先，作者認為我哋身體入面係有一個收音機，廣東話入面都會講兩個人係唔係啱 channel 嘅。咁你想象下有兩個人，一個人行過嚟，大家好自然咁樣望佢一眼，甚至會對佢笑嘅。但係可能有啲人出現，你會下意識咁樣收埋自己，甚至唔想同佢對望到嘅。點解會咁呢？作者就解釋，因為我哋嘅身體其實會自動同對方咧係對上同一個頻率嘅。當我哋同一個人互動嘅時候，你哋嘅呼吸啦、心跳，甚至微表情，係會慢慢咁樣對齊，變成一致嘅。有一個細節，我覺得好有畫面。BB 通常會俾媽媽抱喺左邊，貼近心臟。我唔知咁樣係因為比較多人係左右手慣用手，定係點樣啦。咁作者嘅講法就係，因為 BB 咧可以聽到心跳，而將 BB 同媽媽嘅心跳慢慢同步。佢呢個講法即係話，其實安全感其實都係一種節奏嚟嘅。當大家個頻率、個心跳節奏係近似嘅時候呢，就會感覺到越嚟越安全，你亦都會越嚟越喜歡同呢一個人相處。書入面引用咗一個研究，呢一個研究發現，原來我哋通常喺30秒入面已經知道自己對一個人有冇興趣噶啦。呢30秒嘅決定性因素唔係因為外表，通常係因為頻率。當兩個人個頻率係啱嘅時候，即係我哋講嘅啱 channel 啦，佢哋嘅表情會不自覺咁樣互相模仿，語速會變得越嚟越接近，甚至心跳都會同步，好似我頭先講嘅 BB 同媽媽嘅心跳咁樣，就好似兩個人唔需要講太多，但係已經對上咗啦。呢度作者解釋緊一樣嘢，就係點解 dating app 成日會令人失望嘅咧？佢就覺得真正嘅連結唔係用文字或者一啲 emoji，而係兩個人喺同一個空間入面，身體之間咧好微妙咁樣校準大家個頻率。我覺得文字當然有佢嘅價值，或者有佢嘅情感喺入面，但係呢個年代我諗都冇人寫信噶啦。咁 send message 又或者就算 send 嘅長嘅 email，其實係唔會有人將好多嘅情感擺喺入面，又或者對方接收到嘅，未必係你想講出嚟嘅嗰一種意思。咁所以兩個人始終唔係喺同一種空間呢，嗰個頻率唔係對齊緊嘅時候，咁嗰個 connect 呢，又的確係冇兩個人見面咁容易去到對啱呢個頻率嘅。咁你可能會諗啦，如果我係咁約人出嚟喺同一個空間入面，去到盡量對齊呢個頻率，係咪可以令我多啲機會出 pool 識個朋友呢？咁作者喺呢個時候就提你要小心啦，因為有啲人係會消耗你嘅能量。你應該如果同某啲人開會嘅時候，明明冇做過啲咩，但係已經好攰啊。書入面有個概念叫做情感嘅存在感，佢英文原文呢叫做 affective presence，佢係講緊一個人係會影響身邊所有人嘅情緒狀態嘅。佢有一個研究就係比較人哋嘅情緒同埋你自己嘅性格對你本身呢個情緒嘅影響有幾多。咁研究入面發現，人哋釋放出負面情緒對你嘅影響呢係23%，比起你自己嘅性格只有19%呢。雖然個分別唔係好大，但係個影響都喺度，而且個影響呢係比你嘅性格更加大嘅。換句話講，有啲人其實本身就係一啲負面情緒嘅發射器，喺職場入面咧就更加明顯啦。有啲人佢哋有壓力嘅時候，會自己揾辦法去消化，又或者自己諗點樣正面去看待呢件事。有更加多嘅人，佢係會擴散出去，將呢一份壓力、呢一份負面情緒咧，係想轉嫁俾其他人嘅。
咁可以諗下，有時你放工覺得自己散晒，未必係覺得份工好攰，而係因為同某啲人對頻對咗太耐，你接收晒佢嘅負面情緒，而呢啲情緒呢，係消耗緊你自己嘅能量。呢本書講咗一個好關鍵嘅能力，叫做 interoception，我會譯佢做一個自我覺察嘅能力。佢係講緊想同人連結，先要學識去感覺自己。簡單啲嚟講，就係講緊你有幾清楚自己身體發生啲咩事。例如，你知唔知自己幾時開始心跳加速嘅呢？有啲乜嘢身體嘅反應令你知道呢一個係一個緊張嘅情緒呢？呢一啲覺察能力好緊要，因為作者覺得你感覺到自己，先至有能力去感覺其他人。書入面甚至講過，有研究發現呢一種自我覺察能力強嘅人，佢哋個抗壓能力係會更加高，做嘅決定咧會更加準確，甚至因為咁而令到賺錢能力更加強。因為呢一啲覺察能力高嘅人，佢哋唔係亂估發生咩事，而係去讀緊自己身體發出嚟嘅信息。咁當你能夠感受到自己、感受到他人之後，作者就同你講啦，你同人對好個 channel 呢，其實可以係過量嘅，同步並唔係越多越好。如果你太容易俾人影響，你好可能會開始喺對方焦慮嘅時候，你就跟住焦慮；對方低落嘅時候，你就會跟住沉落去。呢一樣嘢叫做情感融合，佢本來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係一種感受到他人感覺嘅共情能力。但係到最後，如果呢一種共情能力太強、太過量嘅話，咁你好容易失去咗自己。我哋有時喺街會見到一啲小朋友，佢唔開心發脾氣，父母亦都跟住發脾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明顯嘅例子，去到見到當你嘅情緒同對方對埋一齊嘅時候，未必係一個好嘅結果嘅。所以 case 都講緊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叫你識得離開。如果你發現自己開始俾其他人嘅情緒，俾其他人頻道、身體發出嚟嘅信息去到帶走嘅時候，可以試下呢3個方法去幫你自己。第一就係深呼吸，喺網上亦都流傳緊一啲深呼吸嘅方法，例如4秒吸入、4秒停頓、4秒呼出，又着4秒停頓嘅一啲正方形呼吸法啦。咁你上網 search 咧，其實好容易揾到唔同嘅方法去到幫你。第二就係放慢個語速。當一個人俾人帶走嗰陣呢，你好少係俾人帶去一個越嚟越平靜嘅方向嘅，通常都係大家越嚟越緊張，你緊張，跟住佢又緊張，然後令到你又緊張翻。咁所以有一個人開始可以放慢說話嘅速度係好緊要。第三樣，除咗係因為你想離開對方個頻率而去幫自己之外，我覺得平時都好重要嘅，就係坐直你嘅身體。好得意㗎喎，呢啲小動作原來可以幫你攞翻你嘅身體、你頻道嘅控制權。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好似一部收音機咁，重新對翻準自己嗰個 channel。最後，作者問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哋越嚟越難同人去連結嘅呢？喺現代生活入面，咩都好方便嘅，例如喺 app 叫外賣、去旅行喺酒店 self check in check out、同人 send message，有好多種方法去到代替對話。但係問題係，因為少咗對話，我哋就少咗同其他人對頻嘅機會，甚至連大家嗰種尷尬嘅感覺都冇咗。但係作者覺得尷尬先至係建立關係嘅開始，就好似兩個鐘一齊擺動咁樣，一開始會亂嘅，慢慢先至會同步。喺結束今日嘅 podcast 之前，我想再講多一句說話：當你覺得孤獨，未必係你唔夠朋友，會唔會係你太耐冇同人去對下 channel？所以下次見到其他人，試下唔好即刻耷低個頭去撳電話。試下望一望對方，輕輕笑一笑。呢個動作唔止係禮貌，更加係你嘅身體重新呼吸嘅開始。今日介紹嘅書叫做《Why We Click》，作者係 Kate Murphy，出版社係 Celadon Books，喺2026年1月出版。如果今日嘅內容可以能夠令你發個好夢，歡迎 follow 我啊！我哋下個星夜再見，早唞。